阿嬷的心，作者林美容，来源教育部电子报。一人烦恼一样，无人烦恼亲像。学校的先生敲电话来，讲是要甲你的学习状况讲互我听。我坐公车来看你，你看到我，就叫一声阿嬷，了后就无声无息。翻头你就继续上课。伫学校的办公室内底，先生甲我讲，虽然你会讲话，还毋过无法度甲别人一句来一句去。有当时啊，讲到一半，你阁会停落来，毋知要安怎甲人继续讲落去。互人烦恼的是，你定定会讲甲毋知对倒去，甲人咧讲的内容一点仔都无关系。先生阁有讲，你真敖写字，只不过问你写的是啥物，你拢无法度回答先生的问题。简单是头咧咧，阁继续写。我知影你即种情形，伫厝里就是安尼。阿嬷并无意外，乖孙的啊，阿嬷直直听落来，目屎刷插插滴，因为阿嬷知影你毋是故意的。你本正就是安尼，来到教室，你恬恬坐伫椅仔顶，手里摕家己的笔咧佚佗。阿嬷恬恬啊看你，心内咧想：若有一天阿嬷转去啊，你是要安怎？是啥人要来照顾你？想到你即阵才6岁尔，阿嬷煞哭出来。你看阿嬷咧哭，两蕊目睭金金看。也毋过我想，你嘛毋知影阿嬷咧哭啥物。阿嬷徛伫教室的后壁，看你上课。一段时间了后，阿嬷就甲先生讲：“我要转去啊。”先生叫你甲阿嬷讲再会，你手举起来，豆豆啊对阿嬷讲：“阿嬷再会。”阿嬷翻头行对教室的门骹口去，想到你的未来，目屎又搁流落来。这个时阵，阿嬷的心是一阵听过一阵，一阵听过一阵，无法度讲话，干那会当甲你担头的手，行离开教室。行出教室了后，阿嬷搁伫走廊甲你看一下。看你无插阿嬷，阿嬷就离开啊。阿嬷袂怪你，因为阿嬷知影你是一个单纯的囡仔。阿嬷只怪家己是安怎，拢抓袂着你的心。离开教室了后，阿嬷手里的卫生纸已经入做一完啊！你敢知影？阿嬷足希望你真正是大家家问题啊！安尼，阿嬷就放心啊。作者林美容。